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早顿哪会这样青草啊？什么日子？阿姐，阿姐，奇怪，电话嘛不爱接，是安怎？找无恁家阿姐，透早唔知影走去佗啊，地也无去啊，电话嘛不爱接。伊讲伊接到 case， 应该是去做工课啦。接到 case， 哇，接到 case 嘛不爱甲我讲一声。恁家阿姐有够厉害，接到 case 阁送我新电脑。我第二果然是对的。紧食，我等下要去杏花开会，顺手送你去学校。你是啥啊？讲你硬得的，我唔知影，你要找伊，谁拢袂卡互伊。玩得到人，仲需要玩你哋咩？恁是啥啊？像我阿姐创啥？妹妹，哎，我哋同我工人期，是老朋友啊。歹势，我唔知影伊伫倒位，卡停，咱来走。哎，你到底要创啥？卖我袂来哦。冇事。我哋大佬諗住約你哋。啉咖啡，开讲一个。行啦，咱紧走。好，我会用甲恁做伙去。要毋过先互我敲电话。哎，你真係當我死蠢。帶佢哋走。哎，你们冲啥？走去！哎，卡停！卡停！总监，你的脚是安怎？哎，我想过无运动啊，昨小可运动一下，今仔日起来都变安尼啊。哦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是做深蹲对无？你哪会知影？这摆真流行啊！深蹲会当互脚变得搁较好看，脚掌嘛会较翘。尤其是年岁较大的查某囡仔，一定要认真练，安尼才会当保持身材，袂互年岁拍败啊。用唔对啊，我毋是做深蹲，我是甲朋友去拍羽毛球。哦，球员哪袂来？我敲几落通电话互伊啊，要毋过伊拢无接呢。伊敢会袂记你今仔日要开会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足奇怪，手机也无开机，伊应该毋是黑白放混鸟的人啊。走了，卡停，你安怎无？等等，你到底要跑去倒位啊？啊，你去倒位？
现在拢要撩阮两个，你唔惊互警察了？警察抓我，我仲惊的啊！有人，有人包票，叫人啊！叫人啊！叫人啊！有人！我看，爬起来！走人！你过来！走人！现在都要撩我，你到底想我吗你啊？你冲下！奇怪，每当来嘛袂讲一声，是安怎袂接电话？舅舅你好，舅舅你好。好，欣欣，今日甲婉婷的张小姐开会，开了啥款？无啦，张小姐一直无出现，嘛拢无接电话，唔知影是毋是袂记你啊？哦，安尼啊，好，你先去无闲，好，冰花阿姨，靠我创啥？哦，可能是要甲我讲南非的代志。啊，我一千万拢到手啊，谁管你南非北非啊？也是接一好啊，无你下过当趁几百万。喂，冰花阿姨，你好。林哥，我问你，有我敢有甲你做伙？有啊，无啊，安怎？伊今日本来要来新华开会，结果无看到人，电话嘛无人接，所以我想讲打电话甲你问看卖。哦，我即马无甲伊做伙呢，我伫外口处理代志。伊可能是有代志，所以才无去啦。安尼你若是有拄到伊，请伊打电话给我。好啊，无问题。我若拄到伊哦，我就叫伊敲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托咧，害我俩总有啥物好康呢？结果是敲电话找人。现在连卡庭拢无食。冇事啊，冇事啊嚇！謝你，兩個朋友講恁嘅，欠我一點仔錢，所以咧，我就請恁兩個來這借一下。當然啦，假使講恁嘅個錢欠我，我一定幫恁找。也唔過，假使也唔個錢欠我。啊！冇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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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驚，冇驚，冇驚啊！啊，冇驚，冇驚。啊！哦吼，坐回去，坐回去，緊，坐回去。說嘿嘿，我等下就去泰國哦，你要來機場接我？啉酒有啥物問題啦？你要食啥物好料攏無問題，我即馬有錢。OK， 愛記來接我，卡本卡，拜拜。雷公，靠我創啥？我靠！应该用这波。大个边仔小停者好不好？多謝。啊，雷公大佬，有話好啊講啦。講恁嘅啊，
这个你个想要美在倒位啊？泰国啊？我同你講啊，唔管你走喺邊度，我一定要廢走你啊！大佬，你母唔對啊！我喺台灣倒位嘛有去，是台灣，唔是台灣。江林嘅，聽講你個唔接我小弟嘅電話，我問你，你是唔是唔想要欠我錢？我哪會敢唔還錢？我這幾工世界在賺錢啊！而且咱唔是講好一個月，時間還未到對無？你咪廢話，我問你，相片敢有看到？睇到啦，大佬。錢嘅代志吼，我會想辦法。你給我一點仔時間，你先放迄兩個查某嘅走好不好？你提我嘅錢來，我就放啦，其他免講。大佬，老實講吼，迄兩個查某嘅甲我完全無關係。啊對，厝頭家娘甲因查某囝啊，而且我聽講厝頭家娘因翁吼，毋知是倒一區嘅警察局長。大佬，你嘛無想要惹代志對無？安尼對大家攏無好處啊。厝頭家娘嘅查某囝，好。你家姐，你今仔叫我個女兒。好啊。大佬，像伊這個歲查某囡仔，看到相攏會叫阿叔啊。迄落隔壁厝邊嘛是阿叔，路邊賣水果的嘛是阿叔。我是阿叔，你嘛是阿叔啊，對無？嘉玲姐，你甲因到底什麼關係？我清清楚楚。我甲你講，下晡3點早我的錢來山頂的厝。哦，車要安怎來？應該免我甲你講哦。大佬，我真正無法度過去，你莫為難我啦哈。下晡3點，我若是無看到你，我來甲這兩個查某拖去山內帶，路安怎行？你家己揀哦。大佬，我乃無想到雷公會用這步哈。這1000萬，雷公應該袂對因安怎？管遐是創啥？回去3點我得回林去頂啊！唔管啦。對，去機場，麻煩較緊嘞。做咩幫我？玩嘢。阿大，你做乜嘢嚟？你害我拍電動死啊你！我問你啊，這條手鏈是不是江林家賣給你的？迄是恁家姐送我的。送你的？哇，足拄好啊！我這嘛有一條一模一樣的手鏈。江林家講，這是用什麼做的？係礦石嚟㗎，係礦石嚟㗎。會當賺大錢，賺個頭啦！用這好物件騙我20萬港幣。恁家姐講，迄是因為非洲頭目迄邊摕到的，干那這條爾。非洲頭目，吼，江林家真有變故事嘛，伊才是真正的變神啊！講乜嘢嚟？講清楚啦！你莫傷害伊，你若是要提錢，只要互我敲一通電話，阮兜的人就馬上送一來。你是唔知道啦？我這個人真有原則，即擺是江林家欠我錢，我找伊討回來。假使我即擺收你的錢，安尼我唔就變做綁票誒？也毋過你即擺安尼嘛是綁票啊？係咩？我係標心？梗唔係啦，我哋係揾你哋過嚟傾下偈，睇下嗰件幾時凍水啫。係啦。我只是請你過來坐，無代志啊！假使江林家欠我錢，我保證幫恁走；假使伊唔欠我錢，
要带还是要卖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袂甲恁残熊啊！卖吵哦，卖喊我拍电动死哦！对于我就惊。你唔免惊，我会想办法。即马你只要卖掠因受气就好，知无？因两个一定无代志。对，翻头，翻头！啊！我讲我无爱去机场啊，紧翻头，翻头啦！係點啊2:50。从5分钟啊！江林哥袂来。既然你政治就是西医，你一定比我搁较了解伊。伊这个人这么奸巧，你哪有可能管阮两个死活？你甲阮绑在这嘛，只是咧无采时间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俩恁两个无路用？无毋对，你只是咧无采时间。是毋是无采时间？等下你就知影，我这个人真有原则，讲出去的话哦，从来拢袂改变。阿大，9中3點。有手啦。嗯。你们吵啥？快点，我下跪下跪！你这查某！安尼应该会赢。紧呢！哇，这边啊，风水足好诶！江客透查某，江客臭查某，唔管啦，先叫两只狗。开庭！臭查某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让我们一起在楼檐下。太紧呢！哇，这边风水足好诶！江客臭查某！江客啊！先叫两只狗。开庭！臭查某！大佬，这个代志跟无关系，先放因走啦。江玲姐，好雞仔啊你！钱咧？我的钱咧？大佬，咱讲好的时间还未到，1000万呢。现第时间我要去倒位找钱，给我一点仔时间，给我一点仔时间好不好？给互你一点仔时间。喂呀，阿姐，你要创啥？阿姐，拍，继续拍，你就是靠家己。卖破，哪里敢怕死啊？停！对吼，卡输诶，我起码甲你拍死，你都无真幸我。也毋过赢就无差，快去台！阿姐，你们要我有钱，我有钱。等下，江玲姐，你混乜嘢啊？拄则讲无钱，即摆讲有钱。我真是有钱。我藏伫下骹迄落树骹，我带你去摕。来，该带起你，过好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啊！是的，是的啊！是的，是的啊！阿姐，我放开！哎呀，你较早讲有钱，我就袂安尼对待你啊！敢要听哈？敢要听？在倒位啊，江玲姐？遐啦，
头前哦，哇，你说你啊，你说你家外钱都无啊？哈？在倒位啊？对呀。钱在家？去哦。哦啊！钱在遮。冲你哇！大佬，我哪会甲创地哩？这是我工人家所有财产，你要讲遐济，我嘛无法度互你啊。工人家，我即摆就拍互你死你个心毛啊！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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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工人家，你对我遮尼久，我要哪会唔知啊？你前后变出头咧？卡说你真是甲我讲，你有赚1000万在身上，我拢唔相信啊！大佬，你莫讲耍笑啦，我哪有1000万呢？你无1000万，我讲耍笑。考走好啊！什么口罩啊？工人家，我早就派人24点钟地你啊！你是毋是去银行有人汇1000万给你？你讲掠几万块出来买电脑啊？你掠装我唔知影你啊！你甲口罩甲我讲，甲钱汇过来，也若无，你甲迄两个查某啊，今仔日绝对会死在遮。对咯，未馬上晒，啲錢夠定。係。你要去对？你要去对？讲放开！为什么因摕到钱啊？你家就还袂来救人？你敢袂互拍死啊？应该袂啦，因只是爱钱尔。难道都要互关伫遮偌久？你唔免惊，咱一定当出去的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来救我啦！阿姐，阿姐！该开啊，该开啊！你今天我用。行啊行。过来。你唔免惊，我来救你。恁无代志，就好。阿姐，高林家，阿姐，高林家，咁要叫救护车？真是，阿姐，有安怎无？高林家，警察先生，代志是安尼啦。我甲人合股做生意，有一我债务纠纷，因着来讨销。其实我想袂到，因会甲友外甲家庭拢掠起来。你敢知影因的背景？我毋是真清楚呢，我敢若知影迄个带头的，因拢叫伊雷公，啊，讲话小可讲人腔啦。所以你家钱拢互因啊？对，差不多得要1000万。好，今日就先安尼，阮会阁请你去警察局做详细笔录。请你来。有人，阿妈，你哪这时阵来？哎哟，我都想讲吼，我若是你是来，啊，你咧做事会甲你吵着，才会即马来啊。哦，哎，来，这吼阿嬷煮的鸡汤啦。我想讲吼，你暗时会转来食饭啊，结果你也无转啊，阿嬷才会赶来才互你食。你最近工课较忝，爱补一下，哈。哎哟，变全工走一转，叫我转去食就好啊。哦。我叫你转去食，你就转去食哦。当然啊。哦，啊，转去食饱啊，才去回民因兜哦。有人啊，甲恁爸冤家吼，
拄啊好就好啊。你已经几岁人啊，佮敢若囡仔共款，甲人咧离家出走。我哪有离家出走？我本来就要搬出去住。得出来住好好，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？老实讲啦，甲周美芳带做伙真无方便，我无想要甲爸起冲突。我已经有咧看厝啊，若有袂歹，我就会买落来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会定定转去看你。一间厝遮大间啦，文琪先搬出去，搁来换幼怪，即马咧，连你也要搬出去。过2年后，要你读大学啊，我想吼，伊嘛是会搬出去。一阵孙啊，拢无住伫厝内，干那我这个老的住伫遐有啥物意思啦？你若是因为结婚要搬出去，安尼就无要紧。问题你毋是啊？有莲啊，你听阿嬷的话啦，紧搬转来。也若无，互厝边隔壁知影，你会互人笑呢。阿妈，我拢30几岁啊，搁住咧厝里，讲出去才会互笑。你是咧讲啥啦？迄是咱兜啊，你住咧厝内是自然的代志啊。本来吼，我是要叫文琪还有友外拢总搬转来，即马你要搬出去啊，我有啥物立场会叫因转来啊？就算无住做伙，嘛是一家人啊。我甲爸因哦，还是保持距离较好。好啦好啦，恁哦，大家拢即个讲的，我拢讲袂赢恁啦。也毋过吼，阿嬷有一个条件哦，你还未找到厝进前，爱先搬倒来厝内住。你袂用住伫惠敏遐，你是张家的大孙呢，你若住伫惠敏遐，毋知影的人掠准你是互人招的咧。好啊，阿嬷。阿嬷多谢，我上爱啉你煮的鸡汤啊。我伫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啊？有啦，有听到啦。我去摕碗，咱做伙啉。有听到，敢若无听到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你较有啥啊？较互陈友元啦，伊今日本来甲我约好要开会，结果人一直无出现，手机嘛关机。根本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应该袂啦。哎，怀着伊一直拢神神秘秘，连阮兜的人拢毋知伊到底咧无影啥。明仔载再敲看觅。这老兄兄是安怎？一件代志要问几遍啦？创啥？我伫传信息呢。这个代志敢有遮尔着急？袂当明仔去公司才讲。嘛会用的啦。安尼手机啊，莫收。食饭的时阵袂当讲空话。你等一。安怎？剃腿。剃腿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我着昨想无聊，想讲伫咧厝做运动，做几啊深蹲，结果今日就变安尼啊。这。哇！这么受严重啊！我甲你讲，运动需要计划，尤其像你坐办公室的，无啥叮当，若是动作形容较大，就受伤。今嘛我知影。无咱找一天做伙去运动馆运动。我真正有去过啊，毋过伤浪费时间啊！你看，去的时间、运动的时间、洗身躯的时间，佮加上回来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我会当处理偌济代志啊！哦，照你这个讲法，食饭需要时间，去便所需要时间，佮较免讲困需要这么济时间，你会当为着工课牺牲车哟？当然袂用啊。安尼就对啊。我知影你工课真无闲，若无咱会当拜六去运动啊。无你卡你去运动了后，就爱着运动。等咱开始惯习运动了后，就增加时间。你讲安尼好无？
放假摕来约会，毋是真好？咱会当做伙去看电影，或者是去食好料的，偌好。做伙去运动嘛是咧约会啊。好，决定啊，就这摆啦。敢真是要安尼？好啦。好啦，哇！甲我运动。好啦。嗨，阿妈，你哪来啊？阿妈，哎呀，来，坐。哎呦，我就甲你讲啊，我拄则去公司找友人，我就无看到你，所以我就走来遮检查。我看恁两个是毋是咧骗我？有确实咧谈恋爱无？啊，检查的结果啥款啊？我感觉我这两日目睭看到是事实，恁两个有影在谈恋爱，所以这件代志确定 no problem。No problem。对啊，我无伫骗你啦。哎呀，无骗我就好啊啦。No problem。阿妈，食面啦。没，恁食就好啊，我食饱。哦。那呢，你要啉啥？乌糖龟啉好无？烤骨。好，买一杯啊。免买啦，我请你。等我。好。阿妈，恁爱雄雄走去公司找张友莲，你等你下班回去就会当见面啦。友莲昨无转去，我看今仔日嘛袂转去咧。啊，伊无转去是去倒位啊？去惠民兜啊。哦。文琪啊，你有时间嘛甲友莲考劝一下。搁安怎讲，明芳嘛是恁阿一个某啊，小娘一个，就什么代志拢无啊。唉，这两个爸仔囝为着明芳的代志，即摆闹到安尼，关系变足歹的。原来是为着这件代志哦。阿妈，安尼我就要徛伫张友莲这边啊。上叫阿姐，大家做代志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拢无伫顾虑亲人的感受。换做是我嘛要搬出去。你搁甲我讲，你头一个搬出去，即摆大家拢要缀你搬出去，你歹带头啦。阿妈，你的乌糖龟啉好。好，多谢。对啦，教涵，你若甲文琪结婚你搬来阿嬷兜住，哈。阿妈，你莫伫遐叨叨咧啦。我就上爱叨叨咧啊。安尼咱两个就讲定哦。结婚了你就搬来，阿嬷逐个拢煮好料互你食。你看，说落来阿嬷就会逐工问你讲，当时要结婚啊，当时要搬入来啊。对啊，当时结婚啊，当时搬入来啊。阿妈，这你讲的啊。阿妈，你安尼想着急吧？等我向文琪求婚，才甲你报告好无？好啦，不过你要常常甲我报告恁的进度哦。Yes sir。OK。来，你不要去我未来的孙婿哦。听到无？听到无？安奈？阿姐要回来哦。应该是明芳带去做福建的款啦。哦。阿妈，我去你找张友莲咯。好啊，你去。9:2，这到底是啥啦？有这也用袂着。你是伫困还是伫写功课啊？大姐，你雄雄转来啊？阿妈去找大兄。我拄则送阿妈转来啊。小款，这个考试的尾仔算来第几名？一转来就讲考试，无意思。唉，本来想讲你考试若有进步，要互你社会当作奖励啊，无爱摕倒退啊。别，奖励会当是领，考试后盖绝对拍拼。爱拍拼哦。拍拼，多谢大姐照顾我这小弟生活，贪财。我听阿妈讲，张友莲昨无回来。哦，对啊。大姐，你看阿兄是毋是要搬出去啊？这我哪会知影？毋是啊，阿兄若搬出去，艰苦是我呢，三个人敢是我一个。搁再讲，你无义气，叫你换较大间，你甲我接过去嘛无啊？你毋免想这话无诶，反正毕业之前你免想要离开这。免想，想其他办法。我知影。叫明芳阿姨紧生一个，安尼恁就会甲所有精神拢放在红兄身上。
这款话你哪讲会出嘴啊？嫌兄弟姊妹也无够济哦，是有这什么恶办法？啊，就是因为兄弟姊妹有够济啊，家者也无差。而且恁拢干那想着家己，袂爽就出去。啊我咧，我要去倒位？我当然爱想办法救我家己啊！平花已经生一个，我就解脱啦。迄是因为你即摆想法真幼稚，但你大汉就袂安尼想啊。你是毋是感觉我是囡仔屁？我甲你讲，足侪代志我拢捌。干嘛呢？对，我知影阿兄甲爸伫冤家，是因为平花阿姨要入去公司，因即摆演的就是杏花版的权力争夺。我嘛知影恁无希望平花阿姨搁生一个，就是因为烦恼这囡仔将来会有继承家产的问题，对无？对无？对，你上巧啊！好好甲你的头壳用来读书，你早就是高材生啊！好好啊，用功，我要等下。再见。我甲你讲啦，到时阵小弟还是想袂出事吼，我就有一个会当管啊。哇！你即摆伊个讲是安怎遐个人要找你讨钱吼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你即摆伊个讲是安怎遐个人要找你讨钱吼？毋是啊，拄则医生毋是则讲爱我好好休困，咱先去困，明仔再讲好无？袂用诶，你无解释清楚，我根本困袂去。对啊，林家姐，你到底做啥物代志去掠着迄寡人？阮差一点死伫遐，你知无？啊，我就是知影恁差一点仔死，我才去救恁好啊，紧讲，遐个人到底是安怎来找你？啊就。就我之前咧国外有甲朋友合作做生意，谁知影生意无做成，阮朋友搁提资料跑，结果我就欠足侪钱的，乌道就来追杀我。干嘛呢？我看你甲雷公讲话方式，你应该本来就熟悉啊。伊嘛是股东之约啊，我真正毋知影伊是乌道的人。你知影迄种乌道就是安尼啊，了钱袂当算家己的，结果拢算伫我的头壳顶，所以伊就对我爱我还1000万。你之前为什么拢无爱讲？搁假做伫咧国外，搁较足车呀？欠钱这种代志，谁会讲啊？我本来就无按算转来啊，也毋过因为阮阿兄走啊，我袂当帮你一个人毋管啊。我哪会知影？因会对来台湾找我，怎知我就莫转来啊？安尼你的钱是对倒位来？口座会当用啊？啊袂啊！安尼是为倒位啦？你莫讲问啊，好无？或者钱已经互因啊，因就袂过来找咱啊！啊！你无解释钱为倒位来，我免哪会放心嘛？你甲放荡来借钱是无？你到底有头壳无啊？你安尼足危险的，你知影无？工人家你咧创啥？来甲人真危险，你知影无？你莫害阮来有危险。只是恁爸互我的啦。阮爸是安怎要互你钱？讲啊！迄钱毋是互我的，是要互家庭的。互我？什么意思？就这间厝啊，你毋是坚持无爱卖，恁爸就讲会出钱，甲家庭迄半的产权买落来，啊，我就卖1000万。所以你甲我的钱摕去行销？我嘛是不知的啊，恁两个拢在雷公的手头，我甲用会伤害恁啊。你哪会用阮妈我甲阮爸私底下交易啊？你袂当安尼想，家在我有甲恁爸交易，安尼才有钱救恁呢。你甲我的钱摕去送互别人，你伤过分啊！哎，我本来真正毋是安尼计划啦，我是想讲我出国了后，才甲钱汇互你。你即摆讲这有啥物路用？你已经甲我的钱送互别人，你这变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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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即摆为着钱生气，有啥物路用啊？你讲甲人轻松，迄是我的钱呢。你
想办法还我1000万，我就不爱领你这只。哎，卡婷，唔是啊，这1000万，等我的口座会当用，我才行你啊。等你想好，马上就搬出去。张啊，张啊，哦，恁两个真正蒙阮背去，我是恁的救命恩人呢。这甲我讲钱。卡婷，是我入去啊。你有要紧无？伊哪会当安尼？迄是我算落来要生活的钱呢。钱的代志你唔免烦恼。无共款，我想要独立生活，所以遐个钱对我来讲最重要的。原来伊自头到尾拢伫讲白菜，讲啥物伊伫过我过了偌好。你无听到遐个歹人讲伊是会变神啊？伊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我唔知影，我比你搁较无了解伊。伊以前毋是即款人啊，无阮爸哪有可能甲我交代互伊？我阁就是邻家阿姐，伫咧全世界走跳，足厉害。想袂到，我即马怀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白菜。卡婷，我较烦恼你，加在你无甲伊做伙去，若是在国外发生这种代志，我真正唔知影结果会变怎安怎。好啊，卡婷，钱我就煞去，人平安上重要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用照顾你到大学毕业。我都无想要变做别人。你要创啥？我本来上会。你这查某，甲吵我！是嘞，你今日伤到最严重是？无代志啦。我看者。最严重的呢，是安怎？我头拄仔带去看医生，你无顺续看啊？无代志啦，这有青规规讲着的。你搁笑我爱倒强，你家己嘛共款。我去摕药啊。你呗？业务部的预算我签好啊，你替我提去互伊。这是你的工课，是安怎爱我做？拜托啦，麻烦你替我走一撮。你即马另外一个办公室拢无想要入去啊？会当卖去就卖去，较免大家计较。我听阿妈讲，你这2天拢住市会比因兜。暂时的，我已经在看厝。在厝里住遮尔久，我嘛想要有家己的空间。我是感觉，总监歹势，就助理请你去伊的办公室。我知影。是，拢伫同一间公司想袂过。请你来。就助理，你找我。有莲，请坐。前一阵仔，我看到工厂仓库的报表，发现公司过时的原料库存伤济，所以我伫咧想，若要坑咧，互伊报销，不如想办法，甲库存卖去国外。这你看卖。拄好工人家伊伫南非有熟识的人，所以助理即马唔来管人事，我来管仓库。咱结婚好无？我愿意。阿兄，回民姐因妈雄雄走来咱兜，看起来真不妙。
我是无可能甲市国雄这款人结亲情。甲慧敏结婚本来就是我的计划，我嘛希望大家会当祝福。你即马是等来讲一声就对了。对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阮大家若唔接受，以后你嘛无要甲阮来往？你在生气哦？哪有？我即摆总算知影你是安怎想要去运动馆啊？有美女教练甲你摸，真享受嘛？受袂到陈文琪嘛是足介意食醋的人呢。我互你摸，你想摸倒位就摸倒位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